本該在施工的南科奇美醫院工地，如今卻正處於停工狀態。原來是今年3月底開挖地下室時，發現了史前文化遺留和灰坑，最長約有3公尺，以大量陶片為主。考古團隊初步研判，是距今3300年到1800年前的大湖文化。大湖文化的特色，他們其實最特別的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到是一群用黑色陶器的人。那这群黑色的陶器其實所代表的意義是跟它在新石器中期早期或中期的紅色陶是完全不一樣的燒製技術，所以這也引發我們很多考古學家會很好奇，說大湖人到底他們的來源也好，或怎麼掌握這群新的技術也好，都是一個很值得大家探索的事情。大湖文化是台灣西南部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南科大部分的遺址也多是大湖文化。文資處指出，即便施工前已經做過調查，也避開遺址範圍，但這次挖掘顯示史前人類活動軌跡非如我們所想象。目前專案小組會勘完後，將啟動緊急搶救發掘措施。考量雨季已經快要來臨，整個工區的一個安全也不能夠開挖面暴露太久，所以這部分也請這個工程單位這邊來做一些配合。但我想，因為所剩下的面積並不是太大，我想處理起來應該蠻快的，那個整個對於工程的進度影響應該也是有限。面對施工過程挖到遺址，奇美醫院強調將全力配合主管機關以及專家學者建議，審慎處理相關事宜，兼顧文化保存與公共利益。記者周懷談的報道。